做使徒保罗的，毋是犹太人，也毋是照着人，乃是照着耶稣基督，甲叫伊对死来搁活的爸上帝。甲一切甲我同在的众兄弟，写批互加拉太的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对爸上帝，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归互恁。基督照咱的爸上帝的旨意，为咱的罪舍己，要救咱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但愿荣耀归伫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希奇恁遮尔紧离开遐接着基督之恩调恁的，去随从别个福音。迄并毋是福音，不过有一寡人教了恁，要甲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阮，还是天顶的使者，若传福音，互恁甲阮所传的，互恁会无共，伊就应该受咒诅。阮已经讲了，现在搁讲，若有人传福音互恁，甲恁所领受的无共，伊就应该受咒诅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，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欢喜的吗？若由愿讨人的欢喜，我就毋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兄弟啊，我讲互恁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，毋是出自人的意思，因为我毋是对人领受的，也毋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对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恁听见我从前伫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安怎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？我搁伫犹太教中比我本国真侪同会的人，搁较有忠贞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，迄甲我对母腹内分别出来，搁施恩调我的上帝，既然乐意将伊后生启示伫我心内，叫我甲伊传伫外邦人中，我就无有甲属迄期的人参详。也无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遐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后来搁转来甲大马士革。过了3年，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甲伊同住了15天。伫甲别个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就无有赶去。我写批互恁的，毋是讲袂出。这是我伫上帝面前讲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甲基利家境内，迄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拢无有见过我的面。不过听讲，迄从前逼迫咱的，现在传扬伊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因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互上帝。